你係咪覺得好嘅？有啲壓力，你有冇覺得自己成日冇晒電，好想有多啲精力同埋身體健康嘅？事實上，大部分人都冇攝取到身體真正需要嘅重要營養素。而家嘅飲食習慣好多時都唔夠好，搞到我哋成日覺得冇力。至於傳統嘅綜合維他命呢，佢哋好多時都過時又冇效，甚至有80%嘅營養都浪費咗，根本去唔到身體最需要嘅細胞度。而家介紹 VMG Plus 專為提供全面營養同基礎健康支援而設，俾你身體所需嘅重要維他命、礦物質同綠色蔬菜精華。講真，依家生活咁急促，方便成日都排第一，營養就排後嚟。我哋食嘢成日都趕時間，隨便揾咗快餐頂肚，仲要靠加工食品。就連而家食咗生果同蔬菜都冇以前佢有營養，因為商業化耕作方式同土壤流失，好多高產量嘅生果同蔬菜過去幾十年已經流失咗高達1半嘅營養成分，再加埋基因改造食品同選擇性培育帶嚟嘅挑戰，呢啲問題影響晒所有人，無論係細路、成年人定長者都一樣。而傳統嘅綜合維他命已經唔足夠應付而家注重健康嘅人嘅需要，而家有新方法可以用 VMG 加去補足呢啲營養缺口。佢專為徹底改變你健康而設計，將維他命、礦物質、綠色蔬菜精華同必需油分全部融合咗一款易用又好味嘅配方入邊。VMG Plus 特別之處就係由我哋嘅全食物來源維他命同嘅物質開始，提供最天然、最易吸收嘅營養素。我哋嘅3合1配方結合咗綠色蔬菜精華、Microplex VMZ 同 Alpha CRS， 為你提供全面嘅營養支持。精油可以提升生物利用率，而脂質體技術就確保營養素有效送到你細胞入邊。用嘅 VMG 加，你就可以得到5大強效超級配方，專為優化你健康每一個層面而設。營養配方提供嚟自全食物來源嘅必需維他命同嘅物質。超級食物配方用植物營養素同抗氧化物幫你提升活力。我哋嘅生物利用率提升配方，確保營養最大吸收；而細胞支援配方就由細胞層面加強你身體。最後生物轉化配方提供加強版營養素，令你健康達到最佳狀態。VMG Plus 唔只係一隻補充劑咁簡單，佢係你健康之路上嘅遊戲改變者。VMG Plus 含超過90種高質成分，為你全家人提供全面營養，確保每個人都可以得到所需營養，健康成長。唔好等，立即改變你嘅健康，即刻用 VMG Plus 展開你更健康、更有活力嘅人生旅程。上到 Terra.com 或者聯絡你嘅健康顧問，了解更多同落單啦。VMG Plus， 因為你嘅健康值得擁有最好嘅。